郵輪旅行一定好貴，今日用1分鐘教各位少子族點樣輕鬆玩爆鼓浪嶼好啦！講到食，船上有3間主餐廳同自助餐，全部免費任你食。亞洲小館回頭客大推啊！船上真係食得又飲得啊！幫襯飲品竟然仲免費送你玩海上卡拉 OK， 係咪抵到爛先？想睇海又慳錢，標準海景房就夠啦！中旅社而家做緊789蚊起，少少嘅預算，套房體驗更加升級。船上點少得盡情玩樂㗎？甲板、泳池、影院、圖書館，通通免費。帶埋小朋友嚟放電都完全冇問題啊！玩樂係唔使額外俾錢㗎。船上 CBF 免稅店，大把貨品任你掃，好多優惠啊！記住啦，船上仲有超多免費隱藏打卡位，記得影多幾張靚相，放上去社交媒體爆 like 啦！優惠唔等人，即刻查詢啦！